拄才听到就是朱立伦上新的讲法，同款嘛是在点上新，继续要来关心台中市环保局今年顶半年世界查到中部火力发电厂垃圾水超标的问题。9月发觉中部火力发电厂搁一开违规，污染的物质碼超标44倍。环保局局长嘛讲，一年违规误解已经算是严重违规，可能上届当罚2000万，嘛有可能直接下令停工。咱做伙来听局长上新的讲法。因为我们已经正式的行文给台电，那我们会给他14天的陈述意见，也就是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通知，他有没有意见？那14天到之后，那我们就会根据他的意见，我们来作为一个审理。那假如他没有对这些提出有任何比较具有改变这样的一个数值的可能的话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进行一则予以2000万的这个开罚，那或者是直接予以停工。那我想这个呢，目前呢，我们就先等待台电他们的回复之后呢，我们再来最后做一个裁处。